并秀热电影来看到煞心桥的教母查志平，即届找互网友封做是国民校花的宋英华，播青春迷人的爱情电影。剧情是咧讲少年的学生望春风的故事，希望引起观众朋友少年做学生的时的记忆。过去宋英华常常播学生，伊讲见摆播拢有无共的气味，无共的感觉。我在什么时候喜欢上一个人？介意一个人的时阵，你会点点啊守护，还是勇敢表示出来？你忘了，你才是我女朋友啊！对偷偷啊介意的对象表示敬意，这款的对话总是会当互少年的查甫查某看甲歹势甲。宋文华演技真在棒，毋过伫现实的生活内底，宋文华敢有偷偷啊爱一个人的经验？我是那种比较不会让男生知道我喜欢他，比较可以讲。就是比较胆小的那种女生啦，我会假装没有这件事。不管任何时候，我都在你身边。互戏迷封作国民校花的宋文华，过去上接班的角色就是单纯的学生，伊敢会惊戏路封定落来？有的时候其实要把所有的你想的一些技巧啊，或者是任何东西，其实抽离你最真实的那个样子，其实会比较接近这个角色。已经离开学校很久的那些年轻人们，如果你曾经有暗恋过别人，你不如可以勇敢地表达出来。这出罗曼蒂克爱情电影，毋若找宋文华来拼演技，幕后的监制毋若有名的导演方凯，阁有煞心人教母查志平陪导演改剧本，希望剧情会当互人感动，票房卖当冲冲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